现代单语版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，头一个约嘛有礼拜的规定，甲地上的圣所。有一个大好势的帐幕，头前间叫做圣所，内面有灯台、桌甲献祭的饼。第二个帐里的后面间叫做至圣所。内面有金香坛，甲全部用金包的约柜，柜内有堆玛纳的金瓯，阿伦迄支布艺的管仔，甲2块约的石板。柜顶有荧光的天使基路伯，因的室热坎是阮做。关系这个事，现在我袂当详细说明。这个物件照安尼安排好势，祭司就逐日入去帐幕的头前间举行礼拜仪式。后面间只有大祭司才通入去，毋过逐年只有一遍，逐遍着带血入去，为着本身以及民众无迄种犯的罪来献。对这安排，圣神有明明表示，帐幕的头前间还存在，进入至圣所的路就还未开。帐幕的头前间譬如现世，是讲所献的礼物甲祭品，袂当互礼拜的人的良心清白。这个简单是关系啉食甲逐款的洁净礼。是属外表的规例，只有适用到上帝更新万美的时。毋过基督已经来做大祭司，有实现好事，伊有经过较大较完全，毋是人的手所搭，毋是属即世间的帐幕。伊只有一遍进入至圣所，毋是用山羊的血甲牛仔的血。是用家己的血，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。山羊甲牛犅的血，以及牛母仔的骨肤，若嗅伫无清气的人，都会互因圣化清气。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，献伊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，伊的血减袂互咱的良心搁较清气，脱离死的行为，来服侍永活的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做新的约的中间人，是要互上帝呼召的人，为得领受伊所应允永远的产业。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死赎回因伫前的约的时所犯的罪过。关系为族一定着先证实立为族的人已经死，因为为族一定着立为族的人死才有效。立为族的人还活地，为族就无效。安尼，连头一个约嘛是有用血来成立。摩西照律法将一切的诫命对人民宣布，然后芳牛犅甲山羊的血掺水，用朱红色的羊毛甲牛膝草绣伫迄本册的顶面，甲全体人民的身上，讲这是上帝甲恁立约的血。相款，摩西嘛将血绣伫帐幕甲礼拜的时所用一切的器具。照律法，差不多所有的物拢用血洁净，无流血就无赦罪。照天顶的款式所仿造的物，需要用精生的血来洁净。毋过天顶的原物需要用比这个较好的祭物来洁净。基督入去的并毋是人的手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。伊是入去天顶的真圣所，
伊现在为着咱出现伫上帝的面前。基督毋免一遍搁一遍献本身，亲像大祭司，着逐年继续带精生的血入去至圣所。若着一遍搁一遍献，对创造世界以来，基督着一遍搁一遍受苦。毋过现在伫即个世代的路尾，伊只有出现一遍，将本身献做祭来除去罪。照所注定，人着一遍死，死后着受上帝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众人的罪，以为第二遍显现，毋是要对付罪，是要拯救迫切地等候伊来的人。